因为考虑国内鸡卵产量减少，台北市农商工会讲，经过讨论开会决定，为今仔日开始，卵的价数会起3块，大麦价数一斤会变做49块。不过，伫清明之前，价数敢会阁有变动，都要看市场产销的情形来决定。天气开始烧热起，去菜市啊买2个人也是袂少。不过真侪民众听到讲，对2月开始，两价要起3块，虽然是真无奈，不过大家也是赶紧买。物价的涨幅已经超过我们薪水的涨幅了，还是会有点担心。觉得物价一直在上涨，那上涨只会涨，它不会退。大家也都是尽量占便宜呀。如果那现在蛋接下来又涨上去的话，他觉得蛋怎么又要涨上去？业者讲，最近鸡卵的供应量也算讲是正常，只是这波两价起价，影响毋但是家庭买卵的开销。像是卖蚵仔煎的小食业者坦白讲，电价这要起价已经头壳真痛，就连卵嘛要起，无排除这个蚵仔煎嘛要起价咯。不调的话不行了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撑不下去。当然来讲，就是真的有一点点没办法接受了。根据台北市农商工会讲，2月开始两价起价3块，鸡卵产地价数每大斤对36块半起到39块半，批发价每大斤对46块起到49块。这也是国内伫过年了后鸡卵头一摆起价。有关两价调整，工会讲是依据市场的机制，甲电价起价以及饲料价数起价落价是无关系。蛋的量少，消费这边市场都比较抢手，所以才涨3块这样子。由每年的清明这时阵，鸡卵消费市场的这个小价，台北农商工会讲爱看产销的状况，才决定是不是要来调整这两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